关心交通的消息，因为国道1号路南十字路段崩山，今日早起上班上课人依然有真人受到影响。像我今日就驶100分钟，才为家人驶到台北的花市。高速局经过抢修了呢，总算伫透早6点15分左右，先抢通内线的车道，因为车有够济，如果是干那一线道尔，路南5道到十字段时速干那10公里，大体道路国道3号状况嘛无好到倒位去，时速较无40公里，但62号线嘛塌甲真严重，所以要搁落雨啊，抢修的工程恐惊会受到影响，估计若要完全修理较好，上无赶爱搁10天。轿车一台接一台通过车道，今日透早6点，国道1号路南十字段内线车道总算修通，看起来真顺。不过镜头刷到国道3号。同款的塞车，毕竟市区已经连续大塞车2天，民众只好提早出门，撇开国道1号绑内路段，颠倒后台62线快速道路国道3号出现真侪车，搁止步。家人客运站出现真侪人排队，民众一透早赶大赶小赶，改坐客运通勤，真侪人惊会塞车，规气改坐火车，想要改善现况，恐惊要是赶紧转为抢通。我们会先打钢板桩来做挡土支撑，那支撑稳固，确定稳固之后呢，不会造成损坏的情况下，我们才开始来移除下方一个土石。那这样的时间呢，还是要看天候的状况，因为如果还是持续下大雨的话，这个进度就会比较慢一点。因为直落大雨，抢修工课无法度进行，就要等雨较细才有法度继续。不过，就今日放第3摆，要封锁主要的线道，清理土石，完全通车至少要10天。主线有2线道，另外一个线道是下个礼拜1。然后整体包括匝道还有边坡的整治是在11月13号。就希望会当赶紧好天，互抢修工程顺利进行，民众嘛会当赶紧脱离交通的黑暗期。